过去伫咧台北大稻埕，米甲甲相关的产业是真兴，其中有一项铁片刻字，就是迄当阵要伫咧米袋啊顶头印字，甲进口出口的货币做记号所发展出来产业。即阵伫咧大稻埕一间超过100档历史的米甲，嘛来举办刻字印米袋啊体验，互少年辈会当来认捌这项工艺。 一人一块纸棒设计将面顶的字挂落来。大稻埕一间老米甲为着互大家熟悉在地铁片刻字产业，带民众用纸棒来体验。文书老师讲，大稻埕过去有30-40间的米甲，铁片刻字是因为迄当时有大量的米地以及进出口的货物需要印字做记号，才对咧发展。但即马大家拢用电脑印刷，手工是用要消失，所以因摕纸棒降低雕刻的危险性，互大人囡仔拢会当透过动手做来认捌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因为米甲吼。 咱有爱做布袋，咱有一寡铁桶啊，即款物件呢，拢需要拍咱的马克起哩。但过去呢，无遮尔方便，我会使做一个铁皮，我先甲这字刻个好，布袋我嘛会使甲喷起哩，壁顶管我会使甲用这喷起哩。这间米甲对1980年停止营业，第5代头家接手了后，开始转型做米甲文书保存博物馆，收集真侪在地产业历史资料。头家讲，因对去年开始举办米甲100年的活动，今年搁再继续除了小解大稻埕的产业历史，嘛希望互民众了解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透过这个活动的部分，就是讲咱这囡仔会去参加，参加了伊就会去了解种咱较早的大稻埕的历史，伊就会知影讲，在未来伊的方向，要安怎保留这台湾的原来的历史安尼。产业甲工艺会因为社会变迁、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以及消失，但米甲第5代传人认为，过去是未来的基础。虽然一寡物件已经落伍，但也是值得去认捌。也若要熟悉文史，到现场去看、去体验是上直接的方式。希望透过这个文史活动，互大家知影，这个伫要消失的工艺，甲已经消失的咖啡产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